一来立法院当地审理行政院提出来的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，有风声讲国民党拍算要调整版本，除了讲要支持这4100亿之外，伊阁讲要新增加普发现金一人一班，所以需要2300亿，上紧伫今仔日会伫立法院通过。不过行政院是表示，总共若是要阁增加2300亿，安尼会对增加咱国家的债务，而且有可能会害钱变薄，出现通货膨胀。若被立委是拢反对半部台电1000亿，嘛讲这国土安全运行的1500亿应该爱另外编，嘛主张讲两个加起来，安尼就有钱来破坏现金啊。因应美国对电关税，行政议会4月底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，立法院当地处理，传出国民党按算调整版本，除了支持行政院提出的4100亿，国家普发全民现金1万所需要2300亿，上紧21日立法院会通过。不过行政院回应，若是另外阁增加2300亿。可能政府爱负责，透过举债来普发现金的话，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更大的困难。那么也有可能，如果大量举债的话，可能会造成通膨等等的影响。所以这个部分，立法院真的需要审慎评估。发现金的话，这个还要举债，相关的行政单位找各党团，大家一起来讨论。我们认为两个切开来处理，优先处理已经有共识的4100亿。4100亿包含半部台电1000亿，也加1500亿国土安全论性。不过，南北拢反对半部台电，马化绝对支持强化国土论性。不过，希望会当另外编的预算，安尼就会当普发现金。任性那一部分啊，1500亿啊，我支持。但是呢，它可以编特别预算，这2块挪出来，我们的这个普发现金1万。那就有了，普发6000块钱，然后不拨补台电的这个1000亿，另外把1500亿的安全韧性这个计划回到年度预算，根本就不需要举债。行政院表示，台电在俄乌战争期间配合政府的政策，造成超过4000亿累积亏损，希望拨补1000亿的资金，稳健台电的财务体制，也加稳定电价。4100亿特别条例加普发现金，又会伫立法院引起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